国际东突厥斯坦组织协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东突厥斯坦烈士之夜活动，以纪念1997年2月5日发生的伊宁大屠杀。多个土耳其政党和民间组织代表以及数千名维吾尔民众参加了在宰丁波尔诺文化和艺术中心举行的活动。与此同时，数百名维吾尔和土耳其人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民族广场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伊宁大屠杀23周年。多个土耳其政党代表、议员和政府官员参加了该活动。示威者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继续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官员说，有关被诊断患有新的冠状病毒的肺炎人数的数据是国家机密。目前，东突厥斯坦已确诊了36例肺炎。中国政府已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和拘留了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因此，海外的维吾尔族人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获得有关在东突厥斯坦受病毒感染的人数的信息，但答案是此类信息纯粹是国家机密。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的一位官员在电话采访中说，感染新型病毒的人数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能说。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中国媒体近日引述专家指称，宠物也会传染新型肺炎，引起不少民众恐慌，纷纷将饲养的猫狗摔死，遭到许多网民痛批自私又残忍。另一方面，有动物保护组织表示，许多民众因为封城、隔离或住院而无法归家。当地动保团体受委托闯入饲主家救宠物，但被救援的宠物仍是少数。香港媒体报道，武汉市长早前透露，因为春节和疫情影响，逾500万人离开了当地，约900万人留在城里。由于武汉必然封城，许多饲主来不及返家，大量饲主担心家中粮食不足，宠物大小便无人清理，纷纷在微信或微博上求救。当地不少民间团体自发前往支援。南艺功劳帽说，据我们的保守估计，目前约有5000只宠物被困，它们很可能在未来几日饿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高呼美国人重振雄风，阐述政绩，历时1小时18分钟。不过，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最难忘也是感难以置信的，他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之间无言的交锋，悬念和紧张始于发表国情咨文之前。总统把讲稿递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按惯常礼节伸出手去跟他握手，总统故意视而不见，断然转身离开。特朗普快讲话结束时，电视镜头从不同角度明白无误地把佩洛西在他身后撕那份讲稿的画面传到世界各地的屏幕上，一下两下碎纸片往身后一扔，佩洛西和特朗普之间的敌意众所周知。弹劾总统是他鼎力推动的，特朗普则常唤他疯狂的南希。4个月前，佩洛西在白宫开会，中途拂身而去。周二是两人自那以后第一次面对面。土耳其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8客机5日在伊斯坦布尔萨比哈格克森基机场降落时滑出跑道，断成3节并起火，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157人受伤，机上至少有183人。这架客机当天下午从突袭部城市伊兹密尔起飞，在伊斯坦布尔萨比哈格克森机场降落时滑出跑道，机身严重损坏，断成3节。机上共载有183人，包括17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土耳其官员表示，此次事故造成至少157人受伤，其中2名飞行员重伤，伤者已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萨比哈格克森机场在事故发生后已暂时关闭，所有降落该机场的航班将临时转向伊斯坦布尔机场。